香港飲食業近年簡直係一潭死水，一間又一間嘅老字號執笠，年紀越大執得就越快。但喺呢個死局入邊啦，有一間百年茶樓竟然靠世界盃將生意額拉高30%。蓮香樓究竟係點樣做到嘅呢？呢條片我用10分鐘嘅時間同你徹底拆解呢個飲食業嘅奇蹟。如果要我簡介香港飲食業嘅近況，就係有咩慘得過食一嚿屎呢？係食兩嚿屎啊！咁第一嚿屎就係自從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咧，食肆嘅收入急跌，扣除物價因素啦，食肆收入跌咗接近30%。2022年3月，食肆總收入咧一度跌到落去疫情期間最低，大約只有40億港元啫。因為當時政府要面對疫情嚴重，就決定禁止晚市堂食，限制每張台嘅人數。而由於晚市係食肆嘅主要收入來源啦，呢幾項措施已經係令到整體營業額蒸發超過一半嘅啦。由於擔心疫情喺社區擴散，市民呢就大幅減少出街食飯。雖然生意淡薄喎，咁但係餐飲業嘅老闆都仲要交租同埋出糧，導致出現嚴重嘅現金流危機。如果我係餐飲業嘅老闆啦，正所謂誰怕誰，烏龜又怕鐵錘。面對生意淡薄，唯一嘅方法就係不如賭博啦。世界衛生組織喺2023年5月5號正式宣布，新冠肺炎疫情唔再構成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。香港社會亦都全面恢復正常，防疫隔離令同埋口罩令亦都分別喺2023年1月同埋3月撤銷啦。好多餐飲業嘅老闆心諗：哇，今次終於出關啦！呢3年冇咗嘅錢呢，我一定要攞翻晒翻嚟。嗱，點知呢？原來係仲有第二嚿屎㗎。OpenRice 統計顯示啦，2023年5月至7月執笠嘅餐廳去到1524間，比起2020年同期仲多咗730間，執笠仲多過開張，形成一個好明顯嘅結業潮。去到目前，中環、尖沙咀、旺角、銅鑼灣呢啲核心購物區嘅街鋪空置率一度回升去到接近12% 左右，基本上係翻去疫情高峰期嘅水平。究竟香港餐飲業發生啲咩事呢？以前可能煮嘢好食就會有好多人食，但係今時今日香港人追求嘅飲食要求咧已經轉變咗啦。港人外遊北上消費，營業成本高昂，外來餐飲競爭激烈，呢幾種都係成日會聽到嘅原因嚟嘅。以下落嚟，我將要介紹一間傳統到冇得再傳統嘅百年茶樓，喺面臨絕境仍然可以逆風翻盤嘅傳奇故事——蓮香樓。蓮香樓飲嘅唔係茶，而係回憶，可能令你諗翻起細個同阿爸阿媽去飲早茶嘅畫面啦。又或者可能係你路過上環嘅時候，望到嗰一塊好舊嘅招牌，心入邊突然之間諗起，哇！原來你以前係咁靚嘅。喺2020年疫情之後，呢間百年茶樓亦都一度陷入困境，甚至宣布執笠。點知道去到2022年之後咧，有一班新嘅團隊接手，重新做翻靚蓮香樓呢個招牌。然後喺2026年世界盃期間，用咗一個邊個都諗唔到嘅打法，將茶樓變到好似酒吧咁樣，朝早邊食點心邊睇世界盃，甚至裝一部大螢幕，買埋全年體育節目嘅播放版權，令茶樓變成賽事直播廳。結果世界盃期間，蓮香樓整體生意額增長20至30%，傳統淡季嘅早市基本上日日爆晒咁滯。呢一個就係我哋呢條片要講嘅飲食業奇蹟啦。世界盃，你以為大家都係圍住個波轉？錯，係圍住錢轉。根據 FIFA 嘅預算，2023年至2026年呢屆世界盃嘅週期總收入預計達到130億美元，比起上一屆嘅76億美元仲多咗71%。淨係2026年呢一年呢 FIFA 就預計可以創造89億美元嘅收入。嗱，其中最大收入嘅來源就係來自轉播權，預計咧係有42.6億嘅美元，佔總收入超過1/3。雖然主辦國係美國、加拿大同埋墨西哥，但係世界盃對香港咧都有實際好處㗎，特別係酒吧、餐廳同埋酒店。全球球迷都係會透過電視同埋網絡睇波㗎啦，咁我相信香港人都係一樣嘅。咁好多外籍旅客啊、歐美球迷咧都係會嚟到香港旅遊之餘咧，仲係會睇波，帶動咗餐飲住宿嘅生意。酒吧、餐廳透過直播世界盃加餐飲模式啦，就將平日淡季嘅時間變做旺季。12點放飯冇嘢做，咪去餐廳邊睇波邊食飯啦。嗱，過往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、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，香港好多酒吧餐廳都係透過直播球賽同埋 discount 咧去吸引客人嘅。現場夜晚嘅營業時間，生意額係有明顯嘅上升。2026年今屆世界盃啦，比賽場次由64場增加去到104場。
餐飲業做多2個星期嘅熱潮，嗱唔好睇少呢2個禮拜啊，分分鐘收入可以拍得住2個月㗎。俾咗副靚牌嚟，又識唔識打呢？蓮香樓揸住副13腰，爭一隻牌就食股㗎啦。喺講蓮香樓點樣成功利用世界盃食股之前，不如先俾大家了解下蓮香樓嘅歷史，點樣由一隻一銅開始起家啦。1889年原名廣州高酥館。1889年原名廣州高酥館，喺廣州西關開業，專賣婚禮糕點。1910年轉型開始做茶樓，改名做蓮香樓。後來因為整蓮蓉太好食啦，得到當時翰林學士嘅讚賞，改名做蓮香樓。如果煮夜好食，仲可以叫夜香。1918年，掌櫃顏樂天嚟到香港開設分店。1927年，中環蓮香樓喺皇后大道中正式開業。之後幾十年啦，蓮香樓一直都係由顏氏後人打理㗎，代表一盅兩件老派香港生活嘅味道。去到2019年，中環蓮香樓一度休業1個月，由伙計接手，改名蓮香茶室。去到2020年3月，顏氏第4代傳人重新接手，蓮香樓正式回歸。好景持續咗100年，但係面對住2020年嘅疫情爆發，蓮香樓都要跪喺度啊！嗱，好多老友記就由1個禮拜去一次，變做1個月去一次，甚至下一世先再去一次。嗱，亦都有人咧反映食物質素咧越嚟越一般啦，邊間都好食過去。嗱，總之喺疫情持續、生意難以支撐嘅情況之下啦，2022年8月，蓮香樓一度宣布執笠。對於好多人嚟講，呢個就好似一個時代嘅結束，蓮香樓真係冇啦。但係故事就偏偏喺呢個時候先真正開始。2022年之後，蓮香樓就俾一班新嘅團隊接手，其中一個關鍵嘅人物就係設計及市場推廣部總監黃志賢啦。佢帶領嘅團隊冇選擇繼續守舊，而係做一個大膽嘅決定，將百年茶樓變成可以睇世界盃、可以搞 party 嘅新空間。唔會再淨係靠老友記，而係主動去吸引新嘅客人，包括外籍遊客啦、年輕人同埋球迷㗎。蓮香樓決定投資20萬港元買咗世界盃嘅轉播權，加埋一個超大嘅熒幕，喺中環鋪頭延長營業時間去直播賽事。大熒幕平時除咗係播賽事之外啦，仲會對外租借做婚禮啊、公司 party 同埋私人 party 嘅。呢個場地啦，曾經就搞過懷舊廣東金曲派對啦、點心 party， 就唔再係奇英搞 hip hop 啦，而係年輕搞 hip hop。如果你真係喺蓮香樓飲過茶嘅話啦，你會發現唔會再係以前嗰種安安靜靜咁去飲早茶，而係邊食蝦餃邊睇波，又可以同隔離嗰位老友記吹下水。當美斯入波嘅時候咧，全場一齊會嗌嘅，氣氛咧係非常之熱鬧㗎。茶樓入邊啦，有外國球迷，有年輕人，亦都有老友記，真正乜撚都有啊！傳統上中式餐飲嘅早市啦係一個淡季嚟嘅，咁但係蓮香樓嘅團隊就做咗一個逆向思維，佢哋推出邊食點心邊睇波，睇完就直接翻工嘅捆綁模式。因為今屆世界盃咧有好多都係深夜開波嘅，例如巴西對挪威咧係凌晨4點開波。睇完波直接行過隔離中環 IFC 翻工，符合晒香港人翻工嘅訴求啊！收到風，仲有人翻下工咧，蛇王出嚟睇2個鐘波添。唔好問我點解知，因為結果世界盃期間基本上每日早市咧都係爆晒棚㗎，遇到強隊比賽，2樓嘅大廳咧更加係全場爆滿，甚至係有唔同國家嘅球迷咧係特登打電話嚟 book 台㗎。蓮香樓嘅重點已經唔再淨係賣點心啦，而係賣體驗、睇波、聽廣東舊歌同埋參與 party， 將蓮香樓變成一個可以打卡、可以影相、可以講故事嘅文化空間，吸引咗本地老中青嘅民眾同埋外籍遊客，成為咗嚟香港一定要試一次嘅地方。咁生意額係點樣上升30% 嘅呢？根據黃志賢透露，世界盃期間呢，蓮香樓整體生意額係多咗2至3成，特別係強隊比賽嘅時候，2樓大廳咧全場爆滿，收入係明顯上升嘅。呢30% 其實唔單止係靠睇波㗎，而係將早市變成旺市，晚市又可以變 party 啦。咁場地租借收入加埋餐飲收入，總之俾一個場你中意做乜都得。蓮香樓嘅逆轉確實係一個好罕見嘅奇蹟，但係我哋都可以問下自己，呢個只係行緊世界盃運呢，定係真正代表舊茶樓可以轉型呢？其他老字號又可唔可以複製呢個模式呢？對你嚟講，如果你係一個餐飲老闆，係咪可以學下蓮香樓用賽事直播同埋活動去打開新嘅客源呢？咁如果你係一個普通嘅觀眾，以後咧去上環嘅時候，不妨再去蓮香樓親身體驗一下百年茶樓大轉型嘅感覺。
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記得撳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下一次再拍一啲你想知道嘅嘢。拜拜。